一头年鱼条街，老老的下晡，点头翘一块花布，牵阮赶海归路，三五厝年话袂停。 宝孙啊，念经，阿嬷行入伊的梦，不知当时情深，伊留伫遐，昨日亲像电影半半。 有时无声，敢是青春的笑容？日头落山，伊的记忆落伫倒位啊？嘛，我的名，阿嬷你敢会记起我？念伊家红，念伊少年时，笑煞目屎敢会圆？定定看对 TV 彼边去，我哪会对你面情思念你？伊留伫遐，昨日亲像电影半半。有时无声，敢是青春的笑容？梦行行，黄昏的路哪行哪孤单？有声无影，彼首青春的情歌。谢谢家珍，那个爸爸也要卫生纸。爸爸要一包，哎，爸爸量比较多。好，来家珍，老师好，当情感满到一个点，你能够 hold 住，这最厉害的。最后的一句青春的敬畏，没有很完整把它唱完，但是你却用哽咽的歌声把它做一个结束，我觉得很漂亮。所以我觉得今天三位都很好，你们都是新生代，让我觉得看得到未来，看到恁未来舞台、大舞台的迄个情景的囡仔，三位都非常棒，加油！谢谢老师。然后家珍，老师好。我好感动哦，对。然后我觉得，当然我们唱歌就是另外一种模式的说故事。好，那你既然有故事，而且又有这么适合的歌让你唱，而且你把这故事讲得非常好，我觉得这是今天让人家感动的地方。有的时候你自己感动，可是你唱的没有那个故事讲得很好，可是你开口唱的时候没有办法把那个东西传达出去，就会很可惜。但今天这首歌，我觉得你从头到尾你都 hold 得很好，有一些该轻的地方、该重的地方，你都用自己的感情投入到歌词里面，然后把它很完整的表演出来，一直到最后一个音，我想，我怎么会，有一点点小可惜。可是我一转头看到你，其实你是很自己充满感动的，那个气氛是很感染大家的，所以今天我也给你不错的分数。好，谢谢老师。